过来消息来看，教育部伫今年5月宣布，各中小无适任的校长处理调查的办法咯，要求地方政府要成立校长事件审议会。也毋过，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是质疑讲，宜兰县到大阁还未来组织审议会。县政府是强调讲，因伫11月份就会来成立。校长应主导一件学校大小代志，若无适任要安怎处理是一个议题。教育部今年5月颁布《国民小学甲国民中学校长无适任事实调查处理办法》，地方县市政府照规定爱成立校长事件审议会，处理校长无适任的代志。不过，宜兰县被指控到即马还未成立。那宜兰县政府在5个月过去之后，依然还是没有成立，也没有看到有一个筹备的筹组的动作。对于不适任校长这部分的处理的基调，我们觉得是相当的漫不经心。根据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调查，全国至少有50个县市依法成立校长事件审议会，已经成立，过实际开会有新北市、彰化县已经成立，还未开会有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嘉义、甲高雄等县市。工会质疑县政府到即马无成立，根本是行政态度，加速包庇无适任的校长。我想宜兰县绝对没有行政怠惰，没有刻意不组成校长事件审议会，这边要特此澄清啊。县政府是回应最近已经启动校长事件审议会调查作业，发文请教师会校长协会等推荐会议代表，绝对无行政态度，故意要成立审议会代志。按算上近11月初审议会就成立，依法处理校长无适任的检举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